阿哥作为做生意去救的啊？班长爷咯，好酒好酒，差唔多，根本你就会进来了。杨爸阿姊，你上老公啊？哪有啊？你莫胡说了。杨爸冇嘞。俺种蜂蜜柠茶。哦，哎呀，来。好来嘞。喂，我东当的乌龙茶。六鬼，阿万姊呀，上来。你2、3人啊哈，上爱走，爱走去哪位哈？来，听我讲，唔好过来做个假喵，我吞进来去咯。是上啊，马上听你讲去，等下个金融哥进来，就给你好看。哈？金融啊？我能讲吧？你给他给我试试啊？对，你要是唱金融，要有素质不平子，记走到那边去。好，我老你讲，唱金融啊，唔甘心，唔好帮我读到去，我老记上大心，我老记读到绵，我怎么甘愿同意啦？除了比让我重点，等下有素质不平子都出来。老给打，老给高斯，两件点，让我不要马开去。中对了！所有值钱的东西，不要让我拿走，听我老走。太忙啊！走，太忙啊！两块，好。阿妹啊，我转来喽！阿妹，我转来喽！穿得那来牵那牛，提羊啊来羊啊，家中啊对路啊妹呀，来挂是妹唱啊。半夜啦，来不拉见，日子啊来长啊，叽叽毛来忙啊，老母来做啊。阿妹啊！我转来了啊！要把眼点哈，让我变成爱养人啊！后生人，两间店已经关门，唔做生意咧。呸！你是盲人，头家很矮呢。哦，唐爷后期好像你在唱金融么？饭店唔会查。人讲丢破铁鞋无耐钱，得了全部废功夫。看你咱们威风，咱们下拜样板。唔过啊，可要唐爷的讲，下拜不你打死无赔命计，来嘅啦。那个打。大哥啊，阿哥，莫忙啊！大哥啊，皮枪免有望啊！
母侬妻呀母呀，在何方啊？爱此生那波啊，遍地呀霜啊，阿妈，我去啊！千里天啊！相公呀！好嘞！海上的爱呀嘛，一时相逢呐，爱心中来生呐，只有这无名头。存心来老爱来这无呐，你开爱来面子，这下了步啊！你还敢转来？哪有第二转来？佢梁山还本来读转了该，梁山人按好当，开个小茶店，生意还当好咧。啊，不过阿妹啊，你放心哦，佢梁山人啊，开店生意好，钱多，我见到几条钱，跪下拿转来，比当初佢哋条拿这个钱慳啊多啊，一点算系将功赎罪咯。将功赎罪，讲到按好堂啊！你刘家哪有在意佢啊点样省钱呢？哼，这两个死丫头，丢弃我嘅面子，来人啊！好，将佢死丫头两三个脚骨打俾佢，做唔得？阿妹啊，你们做得安样咯？你们打翻来不用的嘛？哼，做唔得啦，阿妹。那么，结结前面嘅好日子，我爱你哋万分百花糖。做这事情，阿万子已经有老公咧，用办做这事情啊，真的。哈！既然你讲乜计呀？凤英，还抢你生权阿爸，那位让你当做爱亲生母亲一般的友好，你不爱存去，金庸还在家中等爱啊！金庸，是啦，那个天龙金庸啊，对，就会叫有数字金庸啊。哎呦，凤英，你欠死我呀！他当万喜天女，让我几家开婚姻，孩子百事一个齐，人安无妨，无离心。曾为将你把
的命，还上当那个命，这叫做阴命啊！阿万，你也敢不干不亲，爱入爱刘家的门，既然也痴心妄想，哼，还想爱生存于梁上，我老你讲，我这种唔答应，来人啊！将阿万，让我关在茶房上，手脚让我捆闭好，准备听讲嘢一走，你就拿起进猪笼，上山接不起，公义哎，中得了，阿妹啊，给阿姑娘啦，中得了，你怎么想安排哦？你根本不是广东，难道要干嘛来呀？来做下嘢，阿妹啊，公义，阿妹公义，来救你，阿妹。凤仪，你信过阿老头，应没应啊？啊，你呀，干嘛啊？来人啊！将啊千人让我困起来，我就让佢埋到暗地里去。什么？劝言不听，想到我明天就要进府了，离开人世。我见到我的最后一面，我死也不能瞑目呀！阿班小姐，宋宝，你用不来了喂？我来救你，来头上。记住，宋爸，好，这件事情被夫人知道，夫人咪不用讲你嘅啊。我想讲，天水眼内无人敌啊。哪有天妹呢？佢们也去亲哦，二不按道门，也时间还冇做，急，我一些盘飞本人，马上离开，记住。多谢宋爸，我一定会报答了你。宋爸。好，多谢你的太恩太德了。哎呀，阿班小姐呀！
是啊，就算难空啊，总爱呀来亲啊，庆祝啊来那那树啊，求求啊爱父啊。相公，该是有的呀。哦，相公，你有用的吗？你有要紧吗？妈妈，对不起，真是被连累陪爱受罪呀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干嘛个连累不连累呢？我看我也骗，就可无药可医咯。你莫胡说，我相信你那是死药的，你一骗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呀。我讲一下无下就冇钱了，我有可能有钱好买药的，阿万啊！深切难救不了你。真总电话啊！有用的吗？贫贱夫妻受尽。前自是莫担心，送到口气水边，要气水边。阿万姊啊，已经有见体2张的案救咧。那个阿妹莫让伊请多做的无要紧，还让我相逢陪你西摩耶，干嘛不来做姑娘吧？案救了刘夫啊，就要判喜事啊哈。啊，唔讲我无爱，我就无爱咧。哎呦，少爷莫说咁多，啉啦。嘿啦嘿啦，我讲你的手心的花，啉酒最快乐。来，来抢啉。啊，讲起来我了西摩哦，让我就陪我。好，真好，我要敬你啊，心肝嘞。你有没有心肝呢？来，